日本政府而家密謀緊一件非常可怕嘅事，佢哋研究緊一個具體嘅計劃。日本政府想將海上自衛隊派去中東嘅霍爾木茲海峽。中東係個非常危險嘅地方，而日本軍艦偏偏要去呢個最危險嘅位。呢次絕對唔係一次普通嘅航行。今期影片爆料好多，強烈建議大家先撳個讚，費事走失，做穩符號。我哋馬上開始行下大底。普通人見到呢單新聞會點諗？可能覺得日本政府只係去保護商船，覺得佢哋做緊一件好事。大家仔細諗下，日本其實係一隻被鎖住嘅老虎。呢個限制就係日本嘅和平憲法。和平憲法非常嚴格，規定日本唔可以隨便派軍隊去外國。日本自衛隊只可以留喺國內保護自己。但而家日本政府竟然要將軍艦派去遙遠嘅中東，呢件事非常反常。日本政府呢個動作已經引起咗全世界嘅關注。日本政府點解咁直接違反法律？難道佢哋唔驚其他國家反對咩？呢件事裏面肯定有巨大嘅陰謀。表面睇係為咗保護石油運輸，但實際上係日本政客喺暗中搞小動作。專家已經睇穿咗日本政府嘅真實目的，佢哋首要目的就係打破和平憲法嘅束縛。日本政府想令海外派兵變成一件好平常嘅事，佢哋正喺度一步一步試探全世界嘅底線。今日派一艘軍艦出去，聽日就會派更多軍隊出去。只要日本軍艦今次成功開入中東，日本以後就會經常向海外派兵。呢件事係一個非常危險嘅信號。日本政府扮到好關心商船安全，其實佢哋根本唔 care 商船。佢哋嘅真正目的根本唔喺中東，而係想得到更大嘅軍事權力。嗰啲坐喺冷氣房嘅日本政客到底盤算緊啲乜？為咗滿足自己嘅野心，佢哋到底會做啲咩衰嘢？佢哋嘅行為會帶俾全世界幾大嘅災難？我哋唔可以淨係睇表面嘅新聞。接落嚟我哋就一層一層揭開真相，睇下最真實亦都最冷酷嘅政治算計。日本政客點解要咁做？佢哋到底圖謀緊啲乜？呢件事表面原因係中東局勢好亂，日本政府話要去保護商船，但係中東嘅亂局只係佢哋嘅一個藉口。我哋必須好似剝洋蔥咁挖出佢哋真實嘅動機。日本政客嘅真正目標係廢除和平憲法。戰爭喺好多年之前結束咗，第三國為日本制定咗和平憲法。呢部憲法就好似一條非常結實嘅鐵鏈，緊緊鎖住咗日本嘅軍隊，規定日本唔可以隨便去其他國家打仗。日本嘅右翼政客一直好討厭呢條鐵鏈，發夢都想剝碎佢。佢哋想令日本重新變成一個軍事強國，想要更多嘅權力。呢個隱藏嘅目的就係非常可怕嘅地緣政治暗線。有啲人可能會問，呢班政客點樣整斷條鐵鏈？佢哋肯定唔可以直接撕毀憲法，因為咁樣會引起日本老百姓強烈反對，亦會搞到其他國家非常嬲。所以呢班政客諗咗個非常陰毒嘅辦法，一步一步嚟呃人。佢哋將呢個辦法叫做切香腸。用白話嚟講，意思就係今日切少少，聽日又切少少。今日揾個藉口派機子傳出去，聽日又揾個藉口派幾百個士兵出去。佢哋就係想等大家慢慢習慣日本軍隊喺外國出現。霍爾木茲海峽就係一個最好嘅藉口，嗰度經常發生衝突，係全世界運輸石油嘅重要大門。日本政客就用呢件事嚟蝦鬼日本老百姓，話日本必須去保護運石油嘅船。如果不派軍艦去保護，日本就會冇石油用，日本人就會冇電用。呢種講法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但其實完全係喺度搣人。日本政客正喺度利用緊老百姓嘅恐懼心理。日本政客為咗自己嘅私利喺暗中算計，將整個日本推向非常危險嘅邊緣。佢哋根本唔 care 中東到底有幾危險，亦唔在乎日本士兵會唔會遇到危險。佢哋只在乎自己可唔可以掌握更多嘅軍隊控制權。如果日本政府今次成功將軍艦開入中東，日本軍隊以後就會經常出現喺其他國家嘅海域，向海外派兵會變成一件非常平常嘅事。到嗰陣時，和平憲法就變成咗一張廢紙。呢個就係表面衝突背後隱藏嘅真正陰謀。霍爾木茲海峽係一個咩地方？佢係全世界運輸石油嘅大門，全世界好多石油都要經過呢度。
中東稍微發生小事，全世界嘅石油價格就會發生好大變化。日本軍艦而家要去呢個大門，佢哋去中東絕對唔係為咗和平，只會製造更多緊張氣氛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呢種緊張氣氛同普通人有咩關係？呢種緊張氣氛同普通人嘅荷包有極大關係。大家仔細諗下，油價變貴會發生咩事？油價貴就會搞到所有嘢都變貴。日本係一個島國，自己冇石油，必須使錢去買其他國家嘅石油。買石油需要用外幣，美金係世界上最主要嘅貨幣。日本公司必須將日元換成美金。石油變貴咗，日本公司就需要揾更多美金，日元就會變得唔值錢。將呢啲複雜嘅數據翻譯成白話，意思就係老百姓手頭上嘅錢縮水啦，買唔到以前咁多嘢啦。呢個只係蝕錢嘅第一步，大家再諗深一層，世界上有好多非常聰明嘅大資本噶，佢哋專門靠人哋嘅麻煩嚟賺錢。大老闆見到日本軍艦去咗中東，知道中東局勢會變緊張，就會喺股票市場炒高石油價格。佢哋仲會利用日元貶值呢件事嚟賺錢，先用好高嘅價格賣出石油，再用好低嘅價格買走日本嘅資產。呢種做法就叫金融收割，用白話嚟講就係趁火打劫。日本政客為咗自己嘅嘢，心將軍艦派出去，根本唔理老百姓死活。日本老百姓日日辛辛苦苦去返工，儲落嘅錢不知不覺就被大老闆搶走咗。大老闆賺到盆滿缽滿，日本政客有得到極大嘅權力，唯獨普通老百姓失去咗財富。呢條經濟數非常殘酷。日本軍艦開向中東，就係為大老闆製造發低機會。呢場金錢遊戲由一開始就已經安排好晒。中東呢一盤棋上面有好多玩嘅，日本絕對唔係唯一嗰個。美國先係呢一盤棋最大嘅玩家。美國一直想控制中東，但美國而家遇到好多麻煩，唔想自己出錢，又唔想自己出兵。於是想揾個幫手，美國覺得日本係一個好好嘅幫手。美國暗示日本派軍艦去中東，日本政客非常聽美國話，覺得呢個係個好機會，既可以討好美國，又可以直接派軍隊出去，日日兩國互相利用，大家喺暗中算計對方。咁中東國家又點睇呢件事？中東國家絕對唔傻，佢哋對日本軍艦非常警惕，佢哋知日本以前打過仗，亦唔中意有外國軍艦開入自己屋企。伊朗係一個強大嘅中東國家，通緝住霍爾木茲海峽，而且非常討厭外國軍隊。如果日本軍艦開入霍爾木茲海峽，伊朗肯定會極之嬲，可能會派軍艦去攔截，局勢就會變得非常緊張。世界上其他大國都盟殺中東，呢啲大國都有自己嘅利益，每個國家都喺度保護自己嘅着數，各個國家都進行緊極限博弈。極限博弈用白話講，意思就係大家喺度互相威脅，睇邊個膽大。外交官喺會議室入面議交，各國軍艦喺海面上互相試探，只要有一支船開火，整個中東就會發生大爆啫。日本政客覺得自己好啦，想喺大國之間攞到着數，但日本其實只係一子棋，大國隨時可以飛起日本，中東國家亦隨時可以切斷日本嘅石油。日本軍艦去中東根本就係去玩火，冇一個大玩家會關心日本老百姓嘅死活。大國只關心邊個可以搶到更多地盤，呢個就係殘酷嘅國際遊戲。普通嘅日本士兵只可以去最危險嘅地方。我哋必須睇清呢啲國家嘅真面目，各個勢力都喺呢個棋盤上尋找自己嘅獵物。真正嘅疑險而家先啱啱開始，呢場大戲最終會點樣收科？我預判結果只會越來越亂。日本政府可能會頂住巨大壓力，強行將軍艦派去中東。日本嘅和平憲法會再次受到致命打擊，嗰啲所謂嘅條款同限制喺政客嘅野心面前會變得一文不值。呢啲根本唔係為咗咩國家利益，完全係冷酷嘅現實主義。日本政客根本唔在乎憲法嘅尊嚴，佢哋只在乎點樣利用今次行動，將海外派兵變成一種冇人管嘅日常。點解呢班政客可以為所欲為？答案其實好幾深。喺呢個充滿弱肉強食嘅世界裏面，從來都冇咩真正嘅正義。只有實力嘅對抗，大國之間都忙住算計，小國一係依附，一係就被犧牲。日本政客賭嘅就係其他國家唔敢真係同日本反面，賭嘅就係日本老百姓仲未睇穿呢個騙局。如果今次日本軍艦真係去咗中東，咁日本就正式踏入咗危險嘅領土，以後想翻轉頭就難啦。到時
地勤人員喺雨中搏命，普通工人喺公汗流汗，而政客就喺度算計緊軍費開支同埋派兵名單。日本嘅和平憲法終究會被一點一點蠶食乾淨，而代價就係日本徹底被綁喺他國嘅戰車上面。我哋必須睇清呢個叢林法則，而家嘅安穩背後係無數人為政客嘅野心找緊數，唔好俾嗰啲冠冕堂皇嘅藉口呃到。呢啲動作背後全部都係攞普通人嘅未來進行緊嘅一場豪賭。呢件事唔係一個孤立嘅動作，佢係日本試圖重回軍事擴張之路嘅預演。大公司仲喺度盤算緊能源利潤，大國仲喺棋盤上反覆試探，而真正嘅犧牲品始終係嗰啲無法最有命運嘅普通人。我唔知下一次日本政府仲會諗出啲咩名目去搞海外派兵，但我確信呢場危險嘅遊戲先啱啱開始，而背後嘅代價終究要由每一個老百姓嚟承擔。我哋必須時刻保持清醒，唔可以被虛假嘅和平宣傳蒙蔽雙眼。魔幻嘅現實仲喺度繼續，但真相永遠經得起推敲。多謝大家嘅點讚同訂閱，我哋下期繼續保持清醒，用心度視，各體世界再見。